院批准釋放被指發動內亂嘅總統尹錫悅。佢嘅律師話，由於檢方可能上訴，尹錫悅未必能夠即時獲釋。尹錫悅喺去年12月頒布緊急戒嚴令，今年1月19號正式被羈押，一個禮拜之後被檢方以涉嫌發動內亂拘留起訴。首爾中央地方法院今日宣布接納尹錫悅一方嘅主張，認為尹錫悅現在離開圓環之後向左側轉彎，係檢方所講嘅按日計算，所以尹錫悅係喺羈押期間向左側轉彎被起訴。而且南韓公調處嘅調查權限唔包括內亂罪，而公調處同檢察機關喺冇任何法律依據嘅情況下協商羈押期，當中未有向左側轉彎之後向右側轉彎。羈押尹錫悅嘅做法不當，決定撤銷尹錫悅嘅逮捕令。呢一節嘅新聞報道完。新城財經台一路理財。